快啲停手。如果你依家正準備用屋企指不鏽鋼煲煮麵，先睇下內壁有冇一圈圈藍紫色好似彩虹咁嘅紋路。如果有，你唔係煲緊湯，你係偷緊屋企人嘅命。呢啲紋路其實係重金屬釋放嘅信號。好多街坊腎記性差、手震、反應遲鈍，甚至孫仔讀書唔入腦。其實兇手可能就係你每日用緊嗰隻劣質鍋。劣質不鏽鋼滲出嘅錳同鈾會直接傷你大腦神經。今日老林幫你全家做大排查，我會教你一眼認出邊隻係攞命鍋。特別係90%人都中招嘅擺雪櫃嘅習慣，分分鐘令你慢性中毒。我哋即刻由最危險嘅201不鏽鋼講起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老林，不鏽鋼唔係全部都一樣咩？點解有啲安全，有啲有毒？老友記喎，你將不鏽鋼想象成一個大家族，雖然個個都姓不鏽，但係性格完全唔同。我哋屋企最常見嘅有3兄弟，你一定要認清佢哋邊個係好人，邊個係賊。第一位304，呢個係標準優等生，係我哋屋企最普通最常見嘅食品級鋼材。只要標籤寫住304，用嚟裝下水、煮下普通水係完全冇問題嘅。第二位316，呢個係最強防護罩，佢係304嘅升級版，本來係用嚟做手術器材同化學容器嘅。佢最犀利嘅地方係唔怕酸、唔怕鹼。如果你屋企成日煲老火湯、煮番茄湯，或者好似老林咁中意食薑醋，你一定要買隻316嘅煲，因為佢夠硬淨，點樣煮酸嘢都唔會溶出重金屬。但係最危險嘅係第3位201，呢個係黑心工業鋼。呢個係老林最想踢爆嘅，佢原本係用嚟做扶手電梯或者防盜網嘅工業料，根本唔係俾人煮嘢食嘅。佢最怕遇到鹽水同熱力，一加熱，裏面啲毒錳就會好似污水咁滲晒出嚟。有無良商家為咗慳錢，用201冒充304，外表睇落一模一樣，但係你用佢嚟煮餐飯，就等於喂，全家人食緊重金屬，點樣分呢3兄弟？唔使急，等陣老林教你一招磁鐵大法加體印大法，保證你一學就識。第3，重金屬中毒，隱形毒藥點樣傷身？如果你唔好彩買咗隻201劣質煲，長期用落去，到底會發生咩事？最先受傷嘅係你個大腦。劣質鋼材釋出嘅錳會好似小偷咁轉入你嘅神經系統。點解會手震震、記性差，甚至反應遲鈍，好似腦懵懂咁？好多時唔係因為你老時，而係因為你個腦中毒，長期吸收，分分鐘誘發腦退化症，到時連屋企人都唔認得。仲有啊，劣質不鏽鋼裏面嘅鄧烈會直接攻擊你個肝同腎，呢啲毒素入咗身體就排唔走，好似垃圾咁堆喺裏面。初時你可能只係覺得容易攰、皮膚痕，但等到驗到有肝硬化或者肝癌嘅時候，往往已經太遲。最慘係咩？係屋企個孫，小朋友吸收能力強，呢啲金屬毒素會影響佢哋發育，令佢哋讀書唔入腦，專注力差。你以為佢懶，其實你只煲害咗佢。第4，兩大禁忌，90%人都做錯嘅自殺習慣。就算你買咗隻好煲，用錯方法一樣會攞命。以下呢2個習慣你一定要改。第一，地菜連屈入雪櫃，好多街坊食唔晒啲餡，成隻煲塞入雪櫃。老友記，
不鏽鋼最驚鹹同酸，你啲裡面有鹽、有醋、有豉油。雖然佢叫不鏽鋼，但唔代表佢係金剛不壞之身。如果你將鹹酸嘢放喺煲入面幾十個鐘，酸鹼物質就會慢慢腐蝕嗰層保護膜。到你第二日加熱嘅時候，重金屬已經浸晒入去滇枝度。老林教你食唔晒，一定要轉入玻璃碗。記住，紙煲係用嚟煮嘢食，唔係用嚟儲存食物嘅。第二，鋼絲球猛測，紙煲大咗，好多人攞個鋼絲球測，你以為測得乾淨，其實你係喺度幫紙煲毀容。鋼絲球會刮花個煲底，留低無數肉眼睇唔到嘅細縫，呢啲刮痕會令金屬內部直接暴露，毒素釋出嘅速度會快幾倍。塵咗點辦？用白醋加水浸一陣，用軟海綿洗就得。千萬唔好夾硬嚟，揀煲保養。3招老林自救大法，聽到呢度係咪想即刻衝入廚房睇下隻煲？老林教你3招，幫屋企大排查，睇標籤。最重要，反轉隻煲睇下底印。如果只係寫住高級不鏽鋼或者食品級，但係無寫具體數字，呢種多數係雜牌貨，唔好要喎。一定要見到清晰嘅304或者316，最好有埋執行標準 GB 4806.9之類嘅國家標準字樣。睇內壁彩虹紋，如果內壁出現我開頭講嘅彩虹紋，其實係金屬在高溫下被氧化，雖然微量無害，但如果紋路太深或者出現黑色斑點、生鏽跡象，說明保護層已經失效，係時候換隻新瓦。磁鐵測試參考，雖然唔係100%準確，但一般高品質嘅316/304係無磁性或者弱磁性嘅。如果一吸就死咁吸住，咁呢隻煲嘅含錳量可能非常高，要加倍小心。如果你想自煲耐用又安全，老林仲有幾句心底話：分工合作，平時草用304已經夠，但如果你經常煲老火湯、薑醋，或者屋企人口味偏酸鹹，我建議你投資買一隻316，雖然貴少少，但買嘅係全家人嘅安心，拒絕驟冷驟熱。煮完嘢食唔好即刻用凍水沖熱鍋，咁樣會令金屬分子結構不穩定，等佢自然冷卻之後再洗，紙煲會長命好多。控制火候，不鏽鋼傳熱快，唔使下下用大火，用中小火煮食，既可以保留營養，又可以保護鍋具。老友記，我哋辛苦咗大半世，無非係想晚年身體健康，唔好成為仔女嘅負擔，唔好因為慳嗰幾百蚊就將全家嘅健康交託俾一隻劣質鍋。由今日開始，即刻去廚房大排查，標籤不明嘅、刮花嚴重嘅，通通扔咗佢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，記住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老友記。你一個轉發，可能就幫佢哋避開咗腦退化嘅風險。我係老林，下集我會講一個更驚人嘅內容。原來呢幾種餐具食得多會導致失智症，想知係邊幾種？記得留意我下集更新。祝大家長命百歲，我哋下集見。